以天然橡胶工艺打造慵懒美学，流线型设计勾勒性感曲线，简约而不失优雅，让肌膚清淨自然，風雨無阻，踏上自信征程，彰顯非凡品味。喺廣州，人不可貌相，上半身基礎，下半身就唔基礎。千祈唔好小睇獵德村入邊着人字拖、白背心嘅靚仔啊！因為佢哋唔係去收租，就係去收租嘅路上。終於收工啦，飲茶先。行得快，好世界，着上人字拖，跑步得。健身又得，打球得。搞錯，人字拖你打唔過。廣州人要學識隨時隨地切換暴曬暴雨模式。日曬雨淋都 hold 得住。一對人字拖陪你走過春夏秋冬，佢冬暖夏涼，防水耐磨，同你行過靚景，俾你最穩陣嘅陪伴，簡直比男朋友仲要可靠啊！喺廣州處處都係人字拖啊！喺廣州從嚟都唔知道乜嘢係穿衣焦慮，擁有人字拖你就擁有最百搭嘅單品，你可以喺美食街入邊睇到佢，亦可能喺時尚商圈度見到佢。屏幕前嘅姊妹想入得廚房出得廳堂，記住一定要買佢啊！廣州人嘅鬆弛感係人字拖俾嘅，嚟廣州遊玩，人字拖嘅鬆弛感你亦可以擁有。着上人字拖，話走就走，去趕一趟珠江邊嘅電車，過足嘴癮，去打卡一家廣式老字號，舒心出行，去追尋一段羊城往事，引領時尚，去逛一下熱門商圈，隨心而行嚟廣州奔赴一場酣暢淋漓嘅 City Walk。廣州有睇不完嘅美景，嘗不盡嘅美食，體驗不完嘅嶺南風情，係時候換上人字拖，解鎖一趟羊城之旅啦！